让我们经过1个礼拜后，再一次我们回到教会当中，聚集在一起。邀请大家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让我们可以安静我们的心，预备今天的敬拜，还有接下来的礼拜。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上，求圣灵来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带着一颗心灵诚实的心来敬拜他。可能有一些人会心里有一些的忧愁和烦恼，有些人可能还在担心一些事情。我们求耶稣能够帮助我们将这些事情带到耶稣的脚前。求上帝透过今天的敬拜，今天的礼拜，透过无论是歌词，或者是祷告，或者是信息，求神透过各样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将我们心里的愁烦都交托到耶稣的脚前，求神让我们此时此刻专心的和他面对面。此时此刻就是你跟神最亲密的时候。求神来到我们当中，求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当中，引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和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在等一下的敬拜当中。主啊，求你就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心里面心头上的事情，也求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来帮助我们来向神诉说。主啊，我们的担心挂虑，我们身体的病痛，我们心灵的软弱，都交托在你的面前。为着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能够平安来到我们当中来祷告。主，愿你此时此刻就和我们同在，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每一个服侍同工，还有每一个位子上的弟兄姐妹身上。主，感谢你，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耶和华是尊贵的，是全能的，是荣美的，更是慈爱的。今天我们要跟天跟地一起来欢喜快乐的赞美他，让我们一起拍手。主，我们敬拜你，用尊荣和威严在你面前，让你圣洁为装饰敬拜。主，我们敬拜你，有能力和华美在你身所，让你圣洁为装饰敬拜你。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沿海和
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再一次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尊贵全能神，天地万有都会灭没，唯有你永远不改变。哈利路亚，圣洁全能神，无一人能与你相比，所有荣耀都归于你。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天欢喜，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愿天和其中所有都快乐。感谢主，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拍手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是的，天父，你是尊贵、荣耀和圣洁的君王，是宝座上大有能力的主。我们要歌唱你的慈爱、你的美好以及你的良善，直到永永远远。主啊，你的爱比山还要高，也比海还要深。让我们一起来欢呼，来大声的赞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神。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到永远，我要歌唱你爱。
们要歌唱你的爱到永永远远。阿爸父，感谢你看我们为宝贵，感谢你不看我们是多么的渺小，你顾念我们，连我们的头发你都细数过了。在我们未出生以前，你已经深深爱着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当我抬头仰望》。人算什么？你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他。你赐下荣耀尊贵，作为他冠冕，使地上万物都匍匐在他面前。我算什么？你已经顾念我，我没做什么，你却垂怜我。当我未出生以前，你先爱我。
们轻轻的来唱，轻轻的来唱。当我放下自己，垂靠你怀里，我的灵雀跃欢欣，不停赞美你，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你的宝血赎回了我的生命。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满心的赞美，献上我们满心的感谢，因为你先创造了我们，你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更重要，你差派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赎回我们，拯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原是不配，但你不看我们生命如何，你仍然拣选我们，你仍然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你美好的恩典。主，当我们相信，我们抬头仰望，我们举手敬拜的时候，你就将你属天的恩典赏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愿神你带领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再一次看见你的光，也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当中。因着有你的光，因着你的同在，使我们在这场的礼拜当中，在敬拜当中，生命得着鼓励，生命得着更新改变。愿神在今早带领我们的聚会，从头到结束，都有你的圣灵运行在其中。也愿今早礼拜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敬拜，愿今早礼拜将一切的颂赞、尊贵、荣耀都归给你。这时候，我们要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大家请坐。在我们接着要礼拜的程序之前，牧先跟大家有几件事情一起分享跟报告。今天我们很开心，我们邀请从台北下来的嘉南会北部大专团契的27位的学生同工，以及他们老师盛永顺老师来到我们当中，等一下要带领我们一起透过诗歌以及生命故事的见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先一起拍手来欢迎他们。好，请坐。那这个嘉南会北部大专团契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团契，但实际上他们是一间独立的教会。那有许多从中南部要到北部去读书的学生，就会到这个教会当中去聚会，因为他们的教会也有提供学生的宿舍，所以让中南部上去的学生在那里有受到很好的照顾、很好的装备，那有找到一群很好的信仰的伙伴。那我们教会也有几位的学生，他们到北部的时候，也在这间教会参与聚会，也在这间教会的宿舍。那包括牧师娘这个丁穗师母，她在台北的时候，也在这个嘉南会，在这间教会参与聚会，然后参与服事。所以愿神透过他们今天的服事，也带领我们可以一起敬拜我们的神。那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大家在整个信息结束之后呢，今天我们有医治祷告的时间，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你可以预备心，如果你有特别需要，别人为你祷告、领受祝福，在等一下的信息结束之后，那牧师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台前，会有代祷的同工来一起为你祷告，一起为你祝福。这两件事情跟大家一起报告，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司会。恭受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11到11节，我们一起来攻读。有一次，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人群涌上来，要听他宣讲上帝的话。
他看见2条船停在湖边，打鱼的人离开船，正在岸上洗网。耶稣上了西门的那一条船，吩咐西门把船稍微划开。耶稣坐下来，从船上教导群众。讲完后，他对西门说：“把船划到水深的地方去，然后你跟你的伙伴撒网打鱼。”西门说：“老师，我们整夜辛劳，什么都没有打着。但你既然这么说，我就撒网吧。”于是他们撒网，捕到了一大群鱼，渔网差一点就破了。他们打手势，招呼另一条船的伙伴过来帮忙。他们来，把鱼装满了2条船，船几乎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这情形，就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请你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哇！其他伙伴这一道网鱼都很惊讶，他的伙伴儿子雅各和约翰也同样惊讶。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船靠岸，就撇下一切，跟从了耶稣。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献诗，本周献诗迦南会北部大专团契。献诗的歌曲有2首：《眼光》、《信心的旅途》。献诗完，请迦南会北部大专团契申永顺老师讲道。申永顺老师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信心的旅程。不管天有多黑，
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信心的眼光，才可以走信心的旅程。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也谢谢夏牧师、谢牧师还有郑牧师弟兄姐妹的接纳。我们今天早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到教会来，一起有观摩跟学习的机会。让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你也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的真理有何等的奥妙跟大能，来帮助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的名字叫申永顺，
我小时候认为我爸爸妈妈取这个名字是希望我永远孝顺他，但我稍微大一点的懂事了，我才知道我爸爸妈妈希望我顺顺利利过一生。稍微懂事一点，我20岁在高雄凤山受洗信主的时候，牧师写完把我受洗完，就告诉我说：“永顺，你的名字很属灵。”我心里面想说，我的名字很菜气，他们讲怎么会属灵？牧师就跟我讲说，上帝要你永远顺服，你就永远蒙福。我还在学，可是我觉得要学习顺服，最重要是学习信心。所以今天我特别用这个题目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做分享，叫做信心的旅程。OK，PPT 可以帮我转到，谢谢。我目前在大专团契担任大学部的辅导，我的工作是跟我们本宗有关，是我们长老教会唯一的一间医学院。我在马偕医学院教书。那我不是医生的背景，最近上个月就是这个月刚刚改成马偕医学大学。如果我们在座有子弟对医学有兴趣的，对医学、护理、听力跟语言治疗、视光、医师检验跟再生医学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读我们本宗的这个医学院。而且我们的团契牧师非常的棒，个人的带领很好。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合作。不好意思，插播一下。刚刚郑牧师有特别介绍，我们来自于迦南会北部大南团契，在66年前，神兴起了一批迦南会圣教会的青年人到北部聚会。他们有一个看见，就是好像圣教会到北部去念书的流失率非常多，据说伤亡率达到90%，没有再聚会了。所以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感动，他们自己聚集起来，成立一个团契，就叫做圣教会北部大专团契。后来在中部中兴大学旁边也设立了一个这样的团契。最重要是以大学生福音工作为意向的一个教会。那么经过了66年的时间，已经变成一个社区的教会。那我们有光研，就是光离团契，有社青，有在学研究生、大学生，有国高中生的提摩太团契，那也有儿童主日学。那目前教会有200多个人，但我们目前仍然持守着学生福音工作很重要的意向。贵教会的信义，就算我们教会6年，贵教会的上堂有来的，燕巡也在我们教会2年，还有刚刚牧师讲的，我想对郑牧师最大的贡献，我们教会对牧师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丁翠师母，哈。OK， 我们是一群来自不同城市的年轻人，在座各位的左手边27位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半是社青，一半是在学生。我们大概整个教会有2/3年轻人就是中南部上来的。我刚才特别谈到说，我们有7个宿舍，那有些是我们自己买的，有些是我们租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接待我们中南部的上来的弟兄姐妹，或者你不是基督徒都没有关系。如果你对信仰有兴趣、有住宿的需要，都可以跟我们来做联络。这是我们团契的情况。OK， 那么每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因为一起团契聚会、追求信仰，生命得到改变，也得到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感谢神。那我们教会在通霄的迦南园有一个营地，可以住100多个人。如果各位要办退休会的话，也欢迎可以到我们教会这个营地里面来。好，就进到我这个信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旅程，在这个旅程当中，特别对基督徒，我们都在寻找一种方向、意义跟盼望。基督徒的信心不是静态的，我们在受洗的时候得到悔改的心、得救的恩，那是一个成长的路程。有时候我们的热忱很高，但是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又很低潮。我们有起点，我们有低潮，我们甚至也会有一些挣扎。我们有时候透过一些牧师的鼓励、神的话语去做更新，我们会有一些新的使命，但在那个信心的路程当中，我们还是会起起伏伏。今天刚刚读的经文当中是谈到彼得的故事。彼得在整个耶稣12个门徒当中是一个大师兄，他是最有名的。那他的信心的起点就在刚刚我们一起读的路加福音
5章1到11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彼得他一生当中他信仰的旅程有这么多。他从格尼撒勒湖得到耶稣的呼召以后，耶稣把他改名叫做彼得，说他是要未来做教会的磐石。他跟随着耶稣，亲眼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听耳听到耶稣所传的天国的福音。他曾经因为在海面上行走，说主啊救我，经历到许许多多耶稣给他的这个信心的考验跟拯救。那他甚至在耶稣要受难的时候，他去阻拦耶稣，说你不要去。耶稣说他说撒旦退后。那这个许许多多的信仰起起伏伏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后来他甚至耶稣走了以后，他去传福音，他被关在监里面，上帝差派天使来拯救他，甚至到最后他在五旬节会议的时候，他叫好几千人信主，在布道的时候。最后我们听说在古代的史册当中记载，他最后是被抓到罗马。他说他自己不配钉十字架，他是倒钉在十字架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属灵人物，他信心的起点就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的1到第5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的起点，我们甚至每一个人都会像彼得一样，我们未来的信心也会这样起起伏伏、跌跌宕宕。但我们能够走到信心的终点，顺利走完这个信心的旅程，起点很重要。我们来看，在起点的时候，耶稣基督带领彼得有哪些的经历？刚刚我们看到的经文当中的1到3节，在谈的一件事情叫做拣选。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旁边，因为人太多了，他看到有2艘船，就叫其中一条船是西门彼得的，叫他开到岸边去，离开岸边，他比较好跟所有的人来讲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第一件遇到的事情就是被拣选。当我们敏锐于上帝的拣选的时候，上帝会使用我们的船，就像使用彼得的船一样，而这个船会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福音，因着我们承载我们的生命，会让更多人听到福音的好处。第二件事情，耶稣行在彼得身上的功课就是顺服。耶稣讲完道，对西门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不是不知道他们已经整夜打完鱼，打不到鱼，但耶稣故意要试验彼得的信心，将他行到水深之处去打鱼。当然这个时候彼得还是有一些埋怨跟怀疑，他说，夫子就是老师，我们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鱼。但是很奇妙的，有一个戏剧的转折，戏剧化的转折，彼得竟然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我不晓得各位跟我们一不一样，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有一点疑问，如果我可能不太会，因为耶稣不是捕鱼的，耶稣是什么？木匠。耶稣是木匠。如果凭着我们知识越读越多的人侵犯到我的专业知识的时候，我一定会很抵抗。但竟然彼得做了这件事情，我待会会跟各位我的看见跟解释，为什么彼得马上会有这样的信心。于是彼得、安德烈他们就放下网，就真的下网到水深之处捕了很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他们抬不上来，于是叫另外的船的人帮他们一起抬。抬上来以后，装了2条船，甚至船差点要沉下去。哇 ，surprise！ 第3个功课在8到12节，耶稣要彼得他们学了一件叫做跟从。西门彼得看见以后，就俯伏跪在耶稣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又是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第2个疑问。应该一般的人说：“哇，叩谢主耶稣，让我得到那么多的船，我可以回去卖好多的钱。”可是他说：“主啊，离开我。”他用非常敬畏跟警醒的心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和他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打船所打的船。他的伙伴，另外一对兄弟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也是这样很敬畏的看到这一幕。耶稣就对他西门彼得说：“不要害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你们要得人了。”他们就把船靠了岸，做了第3件事情，放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哇，这又是另外一件让我们觉得很讶异的事情。捕鱼是彼得、约翰、西门彼得他们养生所需，可
可是他们竟然放下所有的来跟从。从拣选，从顺服到跟从，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功课。事实上，各位如果去看这个经文，抱歉哈，我再回到前面的经文，抱歉哈。其实刚刚你所看到的耶稣的拣选，并不是耶稣对彼得跟安德烈，或是雅各跟约翰的第一次的呼召。各位如果去看马太福音第4章跟马可福音第1章，那边就记载着主耶稣呼召门徒放下网来跟从他。那个情境跟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不一样，因为前面的经文是读到他们正在捕鱼，但路加福音那边的经文是谈到他们已经捕完鱼回到岸上，没有打到任何的鱼，在洗网子了。所以想要解释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次耶稣呼召西门彼得、安德烈的时候，跟第二次呼召的时候，他们又回家去了。我们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一开始第一次的呼召要跟从耶稣，但第二次又回去。第二次的呼召中间他们回去捕鱼，有可能耶稣觉得时间还不到，要他们先回去预备自己，也有可能他们又信心软弱了。总之有一段时间他们又再回去捕鱼就是了。当耶稣再次呼召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这一次的耶稣很不一样，而且让他们经历到捕了满满的鱼这种神迹。可是这一次的呼召对西门跟安德烈来讲也不是第二次哦。各位如果再往前看，在约翰福音1章35到42节的时候，当施洗约翰跟着2个门徒去看耶稣，当施洗约翰说这是神的羔羊的时候，之后施洗约翰就为耶稣施洗。大家还记得吗？那2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跟安德烈，听见这个话就跟从了耶稣。这样的跟从是第一次的跟从，在马太、马可那个地方是第二次的跟从，到了路加福音是第三次的跟从。一次的呼召比一次的强烈，一次的感动比一次的强烈。这4个人2对的兄弟蒙呼召以后，他事实上没有改行去做原来的打鱼的工作。这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每一个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要全职的服事，我们可能也是代职的服事，但神会使用我们的工作，使用我们的建筑，使用我们的医生，使用我们的教师。只是我们在我们做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恩赐、我们的目的变了，我们的网、我们的船变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回到耶稣的荣神益人的目标当中。我们可以从在世上属世的工作变成有属灵的价值，所以人在呼召之前所学的不会是突然的。于是我们就进到这个经文里面来，我们来看第1节到第5节。信心是从哪年开始的呢？拣选是上帝的主动，聆听跟顺服却是人的回应。信心是从聆听开始的。我们现在来看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还有雅各跟约翰，整夜劳碌一无所得，那象征了什么？人靠自己的有限，是得到了是一个失望、疲惫跟沮丧，是无能为力的。我在念博士班第4年的时候，还没有办法毕业，因为我们老师规定要有3篇 SCI 的 paper， 其中要有1篇是要 Top 10的 paper。当我的同学硕士班的同学开着 Benz 的车回来跟我，不是炫耀，只是请我吃饭的时候，我心里面压力其实很大，我还在洗烧杯，可是我还一直没有办法毕业，心理压力其实很大。我就好像彼得一样，做什么实验都做不出来，我还差1篇最重要的 paper。我有一天有感动，因为我的机器常常容易故障，在那段时间是我最重要毕业的时间，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每一次到实验室，我已经按着我的仪器，奉主的名祷告，要他顺利平安，不要出问题。我的同学都放乖乖，
我的同学都放乖乖，都不要出问题。可是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用祷告，很奇妙，神就在2-3个月里面，让我的实验最重要的数据就在那个时候出来。我自己经历到上帝拯救的大能。耶稣上了西门的船，船是西门彼得养生所需。耶稣进入到彼得的生活的日常当中。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有呼求的时候，耶稣会走到我们生活的日常当中，也生活到我们生命当中。信心的第一步，不是你要做什么，信心的第一步，先去听耶稣告诉你要做什么。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经验，因为我们要推导一个比较深一点的模式啊，那个叫做一个化学反应成分平衡的模式，叫做2成分分析模式。有这个理论，我怎么做都做不出来。可是那个又对我毕业非常重要，于是我就开始学习祷告。突然有一个很微弱的声音就进来了，很奇妙。那个声音是什么呢？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把那个水溶液的 pH 值固定下来。pH 值就是酸碱度，固定下来。因为那个模式，后来我才知道，有固定 pH 值，那个模式才是会成立的。后来我就用我的仪器方式就把它固定下来，我就真的做出来了。而那篇 paper 帮助我进博士班，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奖学金。哇！我忽然发现，我们好像要急着做什么事的时候，不是最重要，是要你在神面前聆听神要对你说的话，那才是更重要。聆听这个话，然后按着那个话去做，你会经历到一些神迹。我知道贵教会50年来有许许多多的神迹，包括信仪的爸爸跟我分享他生病的神迹，还有谢牧师跟我分享2位夫妻透过你们的建筑的专长，在这个教会所行的你们恩赐的这个神迹，让我非常的感动。信心的第一步，我们再说一遍，先聆听上帝要我们说什么，做什么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到人的尽头的时候，是上帝的起头。主耶稣永远在等候人的听从，但你要先把你的眼睛，你先把你的耳朵靠到神的旁边去聆听他要我们做什么。信心不是一种心理的暗示，也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信心是根植于上帝话语的权威。罗马书10章17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请。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神学家巴特他说，信心是对神话语的顺服回应，不单单只有顺服，还有行动的回应，这非常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工作跟家庭上，我们的失败跟枯竭，往往是另外一段信心旅程的起点。我们会失败、会挫折，都是上帝预备，其实是提醒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今天耶稣还在我们的船上吗？还在我们生命当中吗？耶稣在我们的船上，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来做掌管呢？有一个年轻人毕业没多久，投了好多的履历，可是呢，每一次都被拒绝。有一个爱他的长辈在教会里面就告诉他说：你的履历不能够这样写，你的履历要先看到你认识的这家公司的什么需要，你的专长怎么样来帮助这个公司。他听了，他也顺服了，他就重新改了他的履历。结果经过一些训练跟重新撰写以后，他一次就被录取了。很多时候，我们的挫折并不是失败的结局，而是我们在学习用不同的方式重新开始而已。耶稣基督会预备那个失败跟挫折，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聆听的耳、顺服的心跟回应的行动。彼得就是这样，他虽然努力了一夜，但因着耶稣的话，他再次尝试，他就得着了。我们在事业、家庭、学业当中，也可能一无所获，有这样的时候，但信心的旅程可以让我们听耶稣的话，重新开始去经历到他的丰富。经文当中特别提到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叫做水深之处，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个水深之处，就是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应付的，是属灵的生命要接受更深的对付跟挑战的那个经历。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一个经历在。
那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必须经历。有时候我自己的信心我也觉得很不够。就在我的大孩子、小孩子，他们分别在国小6年级毕业那一年，我的太太都把他们送到美国去。我们有认识的牧师去参加一些夏令会，但没有任何的大人陪，就是小学6年级，要他们自己坐飞机去。对我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很新兴的挑战。我自己有时候转机，我都觉得有点慌哈。但是要让一个12岁的小孩去坐飞机，那我太太很坚持，我就顺服她。结果他们2个都很顺利回来。但有一次，我小儿子跟我讲说，他在旧金山转机的时候，他慌了，他也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想起妈妈的话。我说：“妈，告诉你什么？”他说：“你找不到人问的时候，你就心里面祷告主耶稣。”他就真的祷告主耶稣。他自己经历到有人马上过来说：“这个小朋友你要做什么？”他就指引他到另外一个 counter 去了，他就很成功的来回了。当我的太太要找2个孩子出去的时候，我进到水深之处，看起来不是太深的信心的经历，可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过一些或大或小的这样一个信心的考验。在第6节到第9节那个地方，这边谈到了一个顺服。彼得他其实有怀疑，为什么？他讲了这句话，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达到什么，但选择因你的一句话，我就下网。”请问弟兄姐妹，为什么他会那么果决，就讲了这句话？即便他是一个擅长捕鱼的渔夫，刚刚我有跟各位解释，我的看见是从施洗约翰的第1次的跟随呼召，到了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第2次的呼召，到了第3次路加福音的呼召。其实彼得、约翰他们已经知道耶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当你的生命随着你的信心的累积越来越增加的时候，耶稣的话语呼召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像彼得这样子，因着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迟疑的结果是整夜的劳碌，但是信心的回应却是满船满网的鱼。你会经历到神丰富的恩典。彼得的反应是惊讶的，不是夸耀的。如果我们是一般的人，领受到上帝很大的恩典，有时候我们恐怕嘴巴说归荣耀给神，可是有时候我们心里会暗想说，那是因为我多少的努力。我们自己都经历过这样信心的考验，跟真实信心的光照。真正的信心是要从敬畏的态度开始，真知道每一次的恩典的给予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恩典。信心不是建立在结果的可见上面，而是建立在基督的信实上面。加尔文他曾经这样说：信心是确信神的应许必然实现，即便环境看似矛盾。信心信靠神的应许必然实现，即便是环境看似矛盾。我跟我太太结婚3年多，没有办法怀孕。就在我博士班4年，我实验一直做不出来的时候，那一年上学期的10月份，我太太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她被火烧伤。她为了关心一个她的同事的妹妹，她的妹妹以前没有学得太好，没有学好。后来她的妹妹跟她的先生开了一个火锅店，所以我太太也平常关心她的妹妹，就去那个火锅店当第1桌的客人。他们因为刚开火锅店，那个时候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有那个酒精是用压的，而且是红色的，跟浆糊一样。结果他的妹妹很热心来招呼我太太的时候，就去压那个酒精，好大力，啪，就经过火，一团的酒精就贴在我太太的脖子上面，就往下流，整个胸都被烧伤。各位，你想想看，你如果这边烧伤，你的手会怎么样？去拨它，所以连我太太2只手也被烧伤，非常严重的烧伤。当我在忙碌于我的研究，苦恼没有办法毕业的时候，我太太发生这个事情。我开着车经过罗斯路，冲到台大医院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到底是谁干的？
我心里面想说，我会怎么样来责备那个粗心的人？可是我也知道，后来我知道那个人烧伤我太太的是我太太平常关心的朋友的妹妹。我到医院之前，我就做了一个祷告，就决心要宽恕这个事情。不仅要宽恕，要安慰我太太的同事跟她同事的妹妹。我到台大急诊室的时候，我看我太太这边头发都烧焦了，眉毛也没有了，很痛苦在呻吟。然后我就带着她祷告，祷告完我就开始安慰她的同事跟她的妹妹。我们用神的爱心去关心她。看起来很矛盾，应该是要做埋怨的人，可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就是要做饶恕、做接纳。后来她的妹妹到我们教会来信主了，我感谢神。我太太经过1个学期的休息，很奇妙，不是3年半都没办法怀孕吗？我太太就是因为这样的烧伤，休息了1个学期，后来学期末的时候就怀孕了，生了我们大孩子，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也经历到那个人生的低潮，但是如果你用信心去经历，上帝的恩典非常非常的丰富。我每一次看到我太太那个手的疤痕的时候，我就再一次思想上帝在我们家的恩典的痕迹。信心要跨越的是理性的计算，要进入到上帝的主权当中。在生活当中，如果我们常常用经验去判断我们要不要去做，那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我们却忘了上帝是超越经历的主。顺服并不表示没有怀疑，而是在怀疑当中仍然选择相信。阿们。你有这样的经历吗？这才叫做真正的信心。所以每次我看到我的大儿子，我就常会跟他讲，你的妈妈经历到那个被火伤的经历，你可以把这个经历当作你信心的印记，但那个信心必须要你自己去经历。彼得一开始虽然半信半疑，但奇迹发生了。信心不是心里面没有犹豫，而是选择相信之外，还要一步一步踏出顺服的脚步。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顺服，超越到人所求所讲，而就像发出跟彼得一样心里面的惊讶。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特技专家，他可以在悬崖当中的绳索上走来走去，观众都拍手叫好。他就问那个观众当中，你相不相信我除了走来走去以外，我还可以在上面走独轮车？大家说相信相信。他就问大家说，谁愿意坐上来，我可以带你们过去。大家一片安静，没有人敢想坐上去。有时候我们的信心也是如此，信心也不是口头上说的相信，要把我们自己要交托在主的手中。神要我们经历他的突破，但他要我们的是信靠。我们有信心去突破，但是他要我们的是单纯的信心去做信靠。彼得看见神迹以后，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而不是说：“主啊，谢谢你，我可以马上卖很多钱。”因为他生命里面知道自己的不配跟软弱，前面2次的跟随没有跟随上去了，他知道他心里面是软弱，是有亏欠的。圣洁的神在我们面前生命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会自觉不配。耶稣的回应是安慰，是肯定。他告诉他们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的。”神超越的恩典会超越人的不配。门徒最后他们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那是他们养生所需，抛下船，抛下网，抛下我们的工作，表示我们只能够仰赖信心而活。弟兄姐妹，那是一个信心的高峰，不再为自己得福，而是进入到神的使命当中。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抛弃我们世上所有的，而是我们的心智要以耶稣基督的呼召为优先。真正的信心必然是导向跟随的，是委身的。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彭霍费罗，他这样说，他在一本书叫《门徒的代价》这样说：当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他来死。这个死好像很严肃，可能是殉道，但是更积极的精神是把世界当作死的。真正的容易的解释是，
世界对我诱惑对我没有反应了，世界的一切对我是死的，世界对我来讲是没有反应的。所以耶稣基督呼召来跟他跟随他，是呼召来跟他死的时候，是向世界是死的，向耶稣基督的声音，对耶稣的话使命是活的。信心不单单是经历神迹，那只是为自己，更重要的是要经历到舍己的道路，参与到神国的服事当中。有2个宣教士，可能大家以前都读过他的故事。第一个叫做威廉·克里，他翻译了非常多文字的圣经。他原来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鞋匠，但神呼召他到最难传福音的印度去传福音。在那个地方，他对语言文化一无所知，他很难传福音，但是他呼应了神的呼召，他顺服在那个地方。最后，他成为近代史当中最有名的宣教士。另外一个跟我们华人有关，在1807年的时候，宣教士马礼逊从英国坐船到中国，很多人取笑他说：“你真的可以让中国人信主吗？”他说：“我不指望我自己能够改变中国人，但是我相信上帝可以。”他到中国以后7年整整的时间，没有带领一个中国人信主，一个人都没有。他又孤单，他又寂寞，他又被嘲笑，甚至被排华、被抵挡、被丢石头，类似跟马街一样。可他7年来没有放弃去做一件事情，就是翻译圣经，写圣经的注释书。我们后来的华人会读和合本圣经，都跟他之前的翻译是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人，他放下了安逸，就好像彼得放下了渔网一样，跟随耶稣走过来，有孤单，有无助，有寂寞，但神使用他，成就了改变历史的转捩点。弟兄姐妹们，我们活在任何一个属灵的阶段当中，我们常常要这样问：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还停留在为了得鱼的信心，只为我们自己的信心，还是愿意迈向得人如得鱼的使命的信心？信心旅程的终点不应该是一网打尽的收获，而应该是撇下所有，跟随耶稣的丰盛。彼得的反应说：“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他认识到他自己的有限跟不配。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跟不配，也愿意迎上去耶稣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以变成无限的功能跟人的需要。我们可以满足不仅自己的需要，别人的需要可以透过我们去做满足。信心的旅程不是得鱼而已，而是得人，不是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要成为别人祝福的器皿。有一位非常有名在台湾的宣教士，可能你听过他的故事。他今年95岁，他大概在7、8年前他就回到美国去了。他是前台东基督教医院院长谭维义谭院长，他来过我们马偕医学院演讲过2次。他每次分享，他都会讲这个要死胚的故事。他说，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要像这个要死胚。什么叫要死胚？就是没有经过刻痕打造的那个要死胚，没有办法去开门。可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要经过主的切割跟打磨，合乎主用。上帝磨送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钥匙，就会去开什么样的门，在那个门里面会带来很多很多的祝福。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故事。我最后也分享我们教会一位姐妹的见证。当然，这位见证所做的事工没有像威廉·克里、马礼逊他们那么大，他做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很感动我们弟兄姐妹。这位姐妹她3年前从高中的老师退休，她存了一笔钱，要完成她这一辈子很重要的一个愿望，就是到圣地耶路撒冷去旅游。看了那个价钱，大概是差不多18万左右，她存好钱，准备要去了。可是呢，她在那个时候参加了一个圣经的查经班，而且是用希伯来文的查经班。所以这个希伯来文的一个网上的教室跟学校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听到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消息报道说，有一些极端的犹太人
在攻击以色列的基督徒，甚至把以色列人的基督徒的坟墓破坏。各位知道，犹太人不是基督徒哦，很大部分人不是基督徒哦，可是他们做了这样一个极端的事情，我太太就心里面被感动，她就跟我讲说：“永顺耶路撒冷我不去了，我要把这18万奉献给这个机构，让他们来安慰这些犹太的基督徒。”我说：“你确定吗？这可是你长久以来成为基督徒很大的愿望。”他说：“是的。”他就这样做了。我很被他感动。弟兄姐妹，当我们神呼召我们要去为一个有需要的肢体要去奉献跟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想到神的心意，看到那个最小的弟兄身上也可以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样呢？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彼得在路加福音5章11到11节当中的信心的3个旅程，也可以成为我们人生的3个旅程。第一个，我们失望到盼望，我们很重要，我们去聆听上帝的话。我们从怀疑到信靠，必须要透过顺服跨出那回应的脚步。最后，我们要从自己的需要得鱼，到别人的需要去得人。我们去回应上帝的呼召，成为门徒，我们就可以走到上帝要我们所走的信心的旅程当中。最后我要问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呢？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再一次进到你的船吗？我们愿意跨出顺服的脚步，我们愿意撇下渔船，踏上得人的使命吗？求主带领我们，在每一个人都踏上信心的旅程，不仅领受恩典，而且活出使命。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位我们教会的弟兄，他叫黄哲棒。他几年前从东海化学博士班毕业，这些年来有一些工作的一些历练，那他怎么样用上帝的真理在他的工作上去见证神？哲棒。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是黄哲棒。然后呢，我的 PPT， 一个由黑翻红的 PPT。好，那时候感谢永顺哥的邀请，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些上帝在我身上的故事。然后那时候定的题目是由黑翻红，但是请大家不要在意这个题目，好像要讲一个什么成功的故事。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翻红之后的选择，这样对。好，这是见证地图，就是我今年好像有很大的机会，来分享见证，这样就是从农历开工那一天开始，我就不断的分享见证。今天这一场是我今年的第10场，那所以就为了这件事情，就画了一个自己的见证地图，然后大概也可以让自己的生命经历跟大家做一点了解。那这里面大概有20-30个见证，那不会全讲，对，那就是我是在2006年的时候受洗，然后2013年的时候呢，进到职场，做我的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然后所以到现在来算起来，大概有10到11年的在职场，在药厂上面做药物开发研究的工作的经历，这样对。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那见证的发生时期在2013年到2014年之间，对。那时候我刚到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高雄的药厂，所以我对南部还蛮熟悉的，其实我也很喜欢南部，对。然后那时候我的职位是在研发单位担任研发工作，但是我也要支援检验单位的检验工作，这样对。那因为一开始进职场，我就一开始先拒绝了检验单位的排班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是研发单位的，那你们检验单位的排班跟我们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对。那所以那时候检验单位的主管就觉得我很不好配合，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才刚进职场3天我就黑了，对。然后呢，为什么黑还要更黑呢？就是因为他排了一些检验工作，那有些是要配合生产单位做即时检验，就是我检验过了，生产单位才可以往下做，所以我的检验结果就关乎到生产单位是不是能够把事情往下做。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
轮到我做这个检验，然后那时候已经晚上9点半了，但是我一直检验不过，所以我不愿意盖章放行让他们往下做。然后因为搞到太晚了，然后可能老板觉得他在付出更多的加班费，有点忧虑，然后就打电话来实验室，就问我说：“黄博士，真的不能放吗？”我就跟董事长讲说：“其实你不用逼我放啦，就是你请生产单位里面好好的把东西做好，我检验过了我就会放，所以你不用打电话过来这样。”所以那时候真的是初生之犊不畏虎，我当场得罪了董事长，所以我变得超黑。对，然后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忽然发觉我的工作量变得很大，就是公司生产最多的产品是我在验的，公司最难的产品是我在验的，所以我的工作量非常多，我常常要加班到10点多。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的加班费是1个小时80块，我可以因为这样加班，我1个月多了快将近1万块的薪水。对，然后所以在那个过程中呢，就会出错，因为你事情真的太多。那所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早上进公司，然后因为需要，我发了一封 mail 出去给我们的协力厂商，他是国外的厂商。然后我就开始继续我的检验工作，直到我下班了，我再去检查一下我今天有没有什么工作是没有完成的，然后明天早上要接着做的。然后我看到了那封 mail， 我把我们公司检验的 low data， 也就是我做的实验，直接寄到国外去了。在研究单位，这是一件很严重的错误，这样对。所以我当下就懵了，我想说，我出这么大的事情，我就已经得罪董事长，又得罪了其他部门的主管。现在已经有把柄在别人手上，那时候真的很害怕，人生第一份工作，想说是不是过2天我就会收到开除的通知，这样对。那时候真的非常害怕，然后回到自己的宿舍，不断的祷告，想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掩盖过去？可是 email 会有记录啊，实验也会有记录啊，这东西好像骗不了人。那圣经当时给我的提醒是：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我那时候用这段经文跟神讲说：神啊，我向你寻求，求你连续我。我知道我错了，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即便这是不经意的，但是我求你的连续，就是我明天会去跟我的主管承认这件事情。然后，不管结果如何，我相信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会连续我。所以隔天一大早，我就去跟检验单位的主管讲说，这个我犯错了，这样对。那我就说，那个主管因为陪我去跟董事长解释这件事情，这样对。那当然，因为我得罪他，就说你自己做的事情你自己负责，这样。那才没过多久，就是分机就响了，然后就说，董事长找我，叫我去办公室这样。我想说，那死定了，你知道，就是连陪的人都没有这样。我只好亲自去面对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到上帝真的很连续我，就是我到了董事长室，然后跟董事长见面，然后董事长说，你昨天是不是寄了一份资料去给谁？我说对，我寄了一份资料。我说对方看到那份资料，他们觉得很惊讶，就说这么难的检验，我们竟然做得这么好。然后他希望我们，他要跟政府申请说，如果以后我们在这个国家要卖这个药，要依照这个标准来做检验，然后才可以贩售。然后我的董事长非常非常开心，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的药厂竟然可以做到这件事情，这样。所以我没有被处分，然后董事长超开心，然后莫名其妙的，就是这件事情好像就不了了之了，对。当然我的工作量还是没有减少，但是就是董事长很开心，就是你就比较少出什么事情，对。可是我觉得上帝有很大的恩典，就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上帝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其实我不懂为什么当初上帝要跟我讲这件事情，他可能觉得怕我太骄傲，或者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样对。那确实之后就真的有事情发生了，这样就是你红了之后，就是有些事情会落到你的头上。然后那时候我们跟政府之间有一些互动，
然后政府希望我们补充一批资料给他们。那因为我们公司没有累积这一笔数据，所以我们董事长很焦虑，他觉得说，那这样会不会可能我们接下来的生产会被政府停止，勒令停业，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再生产，因为我们没有那些相关的数据。他就找了我去，就说那个黄博士，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为难，但是我想以你的专业，我们有没有把数据做出来，然后把以前的东西就是用剪剪贴贴的方式告诉政府，我们以前都做这样，对。那我就当时我就吓了一跳，我想说，这做科学训练的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的，这是伪造数据。那当然就是你还是会很焦虑，那可是你自己很清楚知道你的文凭是上帝给你的，他不是要你拿来做这种事情的，所以后来我就去找了董事长，那董事长就说我不能做这件事情。那董事长也因为很疼我，就是他仔细的考虑一下，之后又找了我去一次，我们再谈一次条件，这样对。第一个就是那时候我的研发主管已经不在了，他就说研发主管的位置就给你做，你就是做研发经理这样。然后再来就是你在高雄没有地方住，都租房子，那他在三民区有一间房子可以让我住，然后管理费他也帮我缴，然后我只要付我自己的水电费就好。然后再来就是薪水，就是涨1倍。我其实，在教会常健身呢，好像大家有点误解，就是我好像不爱钱，其实我很爱钱。对，那薪水涨1倍是还蛮不错的事情。对，然后再来就是他也答应我说这件事情我不用做了，就是他不会叫我再做这件事，所以所有的文件上面都不会有我的签名，不会有我的名字，我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这样。然后最后一个条件是他就指着人事单位远远的一个女生，他就说这是我干女儿，然后介绍你们认识。那我现在已经忘记那女生长什么样子，但是我记得我当下的心情是有心动，对。那即便如此，就是最后上帝的提醒下，我保守我的心，所以我最后跟董事长说，在我的信仰里面，我被教导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的清洁。虽然说这是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在跟他讲受洗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是上帝对我很大的提醒。我跟我的董事长讲说，其实你不用给我这些条件，我还是愿意留下来帮忙。但是我知道接下来我们公司会有一段很辛苦的时间，所以你不用帮我加薪，你也不用做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只要我们不要做这些违法的事情，我可以跟你继续合作这样。那当然，对于董事长来讲，这个工厂是他的命根子，就是他一辈子的资产，也是他的棺材本，所以他不太可能同意。那我最后在这种结局之下，我只好选择离开。对，然后离开你就要找新的工作，然后你就会陷入一个很大的焦虑里面，然后你工作才半年，然后又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很会的博士，就是不会东西的博士，人家是不太想请的，就是你的薪水很高，对。那所以你在现在很深的焦虑里面，所以你就要有很多祷告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参加了一个给博士的药厂的面试，所以你只要学相关的博士，你都可以好几间药厂提出需求，说我们有这种研发的需要，然后你都可以来面试这样。那你要怎样被看见？那朋友、亲朋好友都会教你说，你就写说你要怎么帮药厂赚钱啊？你可以做什么开发，然后很棒、很棒、很棒又很棒这样。那我忽然发觉那就不是我，然后我就好好的祷告，然后有一个感动就说，你既然在教会里面做那么多服事，你就把你服事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写进来好了。我就想说，好像也有道理，就是于是我就大改我的履历，然后把我在教会服事的过程啊，然后这个信仰给我的教导啊，也就是说我不讲硬实力，我讲软实力，讲我的人格特质这样，对。然后就是这份履历真的有被看见，所以我就被筛选出来，跟一批人可以一起来面试这样。然后我记得在面试之前，他在台北，那我那时候在高雄工作，我就来到台北，然后因为没有地方住，所以又跟教会联系，就是我们的宿舍让我住一晚这样，对。
然后我很记得那一天那个礼拜就是有在学诗班献唱刚刚的诗歌《信心的旅途》。那我在台下听的时候呢，我痛哭流涕，我觉得那是上帝在对我说话，就是在这一段很艰难的日子里面，然后未来茫茫不知所终的时候，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这样。那就是隔天礼拜一去面试的时候，就看到一堆名单出来，然后就是这些人要来面试，然后他们大概的履历他们的学历，对，因为都是博士嘛，那你就看到美国回来的，然后日本回来的英国回来的，然后还有3个台大的，2个清华的，然后最后一个是你，私立东海大学博士，化学博士。哇，我是来当炮灰的，所以是最后一个这样，对，前面谈完就没我的事了这样。我觉得很大很大的恩典是，来面试的主管正好是基督徒，他看到我的履历，他看到我在教会的生活，所以很感兴趣。我们几乎没有谈工作的事情，我们在谈教会生活。谈完以后，他当场就录取我。这是这一次在准备这个的过程中，这个 PPT 的过程中，上帝给我的一个小小的感动吧。信心乃凭主之信实而安然信靠，眼光则是从神国之价值而甘心顺服。我的分享就到这边，接下来交给永顺哥。泽邦弟兄的水深之处是要他的老板要他作假，他的水深之处要加他薪2倍，他的水深之处是那个人事室的小姐要介绍给他，所以他都凭信心走过来了。尊重神的，神必尊重他。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信到我们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愿彼得的神成为我们的神，彼得的信心旅程成为我们的信心旅程，好像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有一首回应的诗歌要带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唱，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应该蛮熟悉的，叫做《丰盛的应许》。邀请大家一起跟我们来唱。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不离不弃。你将我从淤泥捧起，放我在你手心。我们一起来唱。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过去这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都是神所爱的儿女，上帝喜悦我们凭信心来跟随他，他就仰脸来保守我们。你仰脸，我们一起来唱，保守你所爱的，你不必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
等候主，我相信。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去这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愿一切荣耀归给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主啊，借由迦南会的团契，他们唱美好的诗歌，一起带我们敬拜啊。我们一个短短的时间，特别这个时候要举行一个医治祷告的时间，我们请医治团队这个祷告团队，还有我们的几位这个领唱的同工来带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特别鼓励邀请5楼跟4楼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有需要被服侍的，特别是有肉体的病痛、有心灵的忧伤或软弱，特别有很多重大事情要做抉择的，都不要客气，等在唱诗歌的时候就到前面来我们有同工会为你做服侍的祷告。刚刚我们透过施永顺老师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靠着信心迎接主耶稣来到我们的这个船上。我们的身体就像一艘船，但是有耶稣的同在，我们就被得着更多从神来的智慧、能力跟信心，还有医治。这时候我们要唱这首是我自由，然后来一边唱，我们请同工开始预备，到前面来，不要客气，我们一起来。请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不要客气，需要服侍的就到前面来。生活中的勇敢的到前面来，就像彼得顺从了耶稣的呼召。哈利路亚！你的灵啊，在哪里？不要客气，5楼的楼上的也可以来。你的自由，世界自由，劳苦重担，可以到中间来一点，不要客气，到中间来一点。赐我自由，再次来。自由的灵啊，等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囚犯，去走我心中的步。不要客气，你有心中的感动，就到前面来，愿神的平安跟医治临到我们。哪里就有自由，谁在最中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我们音乐继续小声，我们要请同工开始为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来做服事，愿神聆听我们在主面前的祈求，也愿神的医治临到我们每一位。等他们开始做祷告的时候，我们敬拜团也继续唱这首诗歌，轻轻的唱，愿神的应许跟同在临到我们当中。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你的灵啊，你的灵啊，在哪里？哈利路亚！哪里就有自由。圣灵啊，求你赐下医治。
重担。这里领来是我知。我们要邀请弟兄姐妹起立，好不好？再唱这首诗歌副歌。一起来唱，前面的继续服侍。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是的，这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我们确信主会让我们得自由、得平安。这时候，牧师要奉主的名来恳求，为我们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来做祝福祷告。我们刚刚也听到，我们的迦南会的年轻人当中，有一位弟兄叫敬博弟兄，他的家在安平，他的妈妈早上突然间身体不舒服，去挂急诊。我们也为这位弟兄他的妈妈能够得医治来祷告。且天父上帝，感谢你，就像主耶稣呼召彼得，当他往水深之处，是一个不可测也不可知的时候，彼得就说：因为你的话，我愿意。神啊，在你面前的这些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凭着信心到主面前。他们有肉体上的病痛，有心中的忧伤或愁烦，甚至有重大的事情需要做决定。神啊，你知道他们的心意。主啊，求你借着他们到你面前，谦卑的将一切交托。愿神按照你的心意，赐下你的医治，赐下你的平安，赐下你的智慧，给他们能够超越这些的软弱。神啊，我们也为线上的弟兄姐妹，在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在敬仰的弟兄姐妹，求你赐下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医治、你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我们也特别为迦南会我们的敬博弟兄他的妈妈，早上在医院做急诊。神啊，求你赐下你的平安医治，让他能够没有遇到重大的愁烦，能够很快得到平安跟医治。我们将每一位在你面前谦卑恳求的弟兄姐妹交托你。神啊，愿你照你的平安喜乐医治在我们当中。我们感恩祈求，奉靠得胜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我们请回座，愿神医治。我们再请同工来奉献，来按钟奉献。我们请坐，请坐。我们请同工开始来收奉献。会众请起立，一起唱奉献诗。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
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攻读本月金句。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以弗所书6章1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司礼高林清长老。在第4页，本周举行社教第49周年系列的活动，请大家踊跃参加。第3点。第53期的中保代祷服事团登记到今日，请大家报名参加。第4点，本会预定9月7号推动第8期的幸福小组。第5页的第7点，本会定于9月28日举办篮球联赛。接下来请夏牧师来补充报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今天有2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我们来做一个介绍哈。第一位是郭新荣弟兄，郭新荣弟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不好？来，欢迎郭新荣弟兄。另外一位是许艺莹姐妹，许艺莹姐妹在哪边？来在我们的大柱子旁边，欢迎你，欢迎你，上帝祝福你。好时间宝贵我们就不重复，我们请大家消息呢在周报里面记得很详细。只有一个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下个礼拜有中保代祷的一个差派礼，所以我们参加中保代祷的同工，第1堂或第2堂都来能够参加这个差派礼，愿神赐福在我们下一季的服事另外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订了这一个八角塔土城合唱团的音乐会的入场券你已经有订了那请你到1楼去跟庄圣恩弟兄来领票然后礼拜3要演唱会。那因为票已经好像在前几天他们就要做一个 close 所以可能再订也要到现场才有办法订的所以再重新订票的就没办法，要到现场去了。那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迦南会有27位弟兄和同工还有社青来到我们当中做美好的服事，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来，谢谢他们，谢谢。请坐。那等一下有一个小小的邀请我们请我们的长老，还有我们反正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乐意的都来，我们要请我们的迦南会的我们的团队来朝前面拍一张合照，可以吗？当成我们一个历史的资料记录。我们也感谢我们的申老师啦，他去年就有来到我们的提摩太做见证我们看到他虽然是已当教授了，但是还是一直在陪伴这群年轻人也是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学习我们为他们祷告，他们要回去北部的路程一路都平安，也为他们的事工来做代祷好，那等一下他们要在3楼吃一个简单的便当，我们请有登记的长老能够一起陪伴一起到3楼去，我们这样报告，谢谢。颂荣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荣诗歌《我的神，我的王啊》。诗歌后，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啊，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与迦南会所有的年轻人、弟兄姐妹同在，也与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
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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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我们感谢主哈我们的地下室的整修可能要到9月中才完成哈说大概就是9月中以后，我们才能供应我们的爱心午餐祝大家今天有个美好的假日。我们要请我们同工到前面来好吗？我们也请家人会的年轻朋友，我们到前面来，我们一起合照，照一张纪念的照相。有愿意参加的都来不要没有限制要一起拍照的都来，一起拍照的都来，按照你们刚刚圣歌队的位置好不好？我们不要客气，来，按照你们唱诗歌的位置不要客气。